成師傅與你聊齋齋拖，而家帶你去大埔天后宮嗰度參拜。香港屬於海岸沿海嘅城市，早期因為聚集大量嘅漁民以及海上航運作業嘅工人，而佢哋大部分都係信奉媽祖嘅，即係天后元君。所以當天后寶誕嘅時候，香港嘅天后廟都會舉辦隆重嘅參拜天后儀式，以及請天后巡遊，為當地嘅人祈福。而今次有機會參加由大埔天后宮舉辦嘅賀誕科儀以及巡遊表演。當日由袁符判嘅判長帶領眾位道長，以及由多間武館所組成嘅獅隊，一齊巡行到大埔嘅天后宮，迎請天后娘娘。亦有邀請到社會知名人士以及大埔政府官員一同參與盛事。天后宮內，眾位道長先禮誦一場天后寶懺，恭賀護國秘聞天后元君千秋萬載寶誕，期望當地能夠風調雨順，國泰民安。禮誦完，就由袁符觀嘅劉觀長親自上表，恭請天后娘娘出宮，坐上鳳鑾。工作人員將天后娘娘嘅神像由天后宮內請到鳳鑾裏邊，再由眾位道長帶領，浩浩蕩蕩，鑼鼓喧天，從天后宮出發，與天后娘娘嘅鳳鑾到大埔區內巡遊，直到寶誕巡遊嘅會場。請天后娘娘連同鳳鑾安坐喺會場內，接受眾善信參拜，上香祈福。喺巡遊嘅當日，會請出大埔區好多知名嘅人士、政府嘅要員上台演講、觀禮，以及為龍獅點睛嘅儀式。仲有傳統嘅舞獅彩青慶祝表演，節日氣氛濃厚，可謂神人共慶。寶誕當日係天后娘娘難得出宮嘅好日子，所以善信都爭住同天后娘娘近距離嘅接觸，以香花、生果、清茶等祭品供養。眾善信都期望能得到天后娘娘嘅神光加庇、聖力扶持。舞獅嘅隊伍亦會落力嘅演出，表演高難度嘅彩青技巧。香港有好多間天后廟，下一次我就帶大家去參觀一間較為難得一見嘅天后廟，就係喜靈洲天后廟，參加天后娘娘嘅賀誕儀式。成師傅與你聊齋齋拖，下一集見啦！